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今朝起身，你行到衣櫃前面，攞咗邊一件衫出嚟呢？當你着上身嗰一刻，你個心入面諗緊啲乜嘢呢？好多老友記㗎，經常同我講，老師啊，我到呢把年紀啦，半截身都入肚啦，仲講究咩着衫打扮呢？嗰啲係後生仔嘅事。我而家每日湊下孫，去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下餸，後期揾件舊衫着上身就得啦。最緊要舒服，着俾邊個睇呢？如果你都係咁樣諗，咁我今日就要鄭重咁提醒你一句，你可能喺不知不覺之間，我背緊你自己下半生嘅風水。其實呢，大家不妨深思一下，我哋中國人，你嚟講究睇相睇一個人，聽其言觀其行，但係好多人忽略咗睇一個人嘅命運，睇佢着咩衫就可以知道個8、9不黐實。你係一個咩人？你而家嘅心理狀態係點？你對未來嘅日子仲有冇盼頭？全部都喺你嘅衣着打扮入邊。好老母為着衫，絕對唔單止係為咗蔽體保暖，或者係去社交場合全個場面。我經常講，已經唔係迷信，係象數嚟。宇宙之間嘅一切都有佢嘅表象，呢個就叫做象，有佢嘅氣運法則叫做數，亦都有佢內在嘅因果規律叫做你天生，就係你呈現俾呢個世界，甚至係你呈現俾你自己最直接嘅象。當你每日打開衣櫃，入面掛住嘅5顏6色嘅布料，但係你年輕時未了嘅執念，係你大半生歲月嘅沉澱，亦都係你對當下呢一刻生命嘅態度。我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例子做紀念。我喺溫哥華遇到葉位老華僑，我哋姑且叫佢做方姨。方姨早年喺香港中環，都係一個叱咤風雲嘅女強人。後來為咗子女嘅教育，舉家移民到海外。而家子女都大啦，各自成家立業。方姨個老伴又走得早，佢一個人住喺一間大屋入面，慢慢就覺得生活冇乜意思。有次我去拜訪佢，發現佢着住一件藍口都洗到發黃重重垮垮嘅舊睡衣，頭髮都係求其攞個塑膠夾夾住，毫無生氣。方姨同我大吐苦水，話最近呢幾年運氣好差，身體周圍痛，同新抱又總係氣場唔夾，通過電話就可以因為少少事嗌交。佢覺得人女唔孝順，慳識自己命苦。我當時就同佢講，方姨你嘅苦有一半係你自己着出嚟嘅。佢聽完好唔明白，我話俾佢知，衫係我哋肉身嘅第一層風水。當你每日着住破舊重垮嘅衫，喺屋企行嚟行去嘅時候，你俾緊一個咩資訊你嘅潛意識呢？你係話緊俾自己知，我冇用啦，我嘅人生都係咁樣將就下就算啦。從易經嘅角度嚟睇，呢啲叫做頹氣。一個人如果身上滿是頹靡之氣，點可能招來好運呢？你嘅氣場低迷，自然就會吸引嗰啲負面嘅能量，身體嘅小毛病、人際關係嘅摩擦都會隨之而來。你着得求其就係喺度虧待自己，你虧待自己，呢個世界又點會厚待你呢？你連自己嘅精氣神都穩唔住，又點可以穩住一個家庭嘅和氣呢？從來都唔係着俾人睇嘅，佢係着俾自己舒服嘅，更係用嚟養自己精氣神嘅。每日清晨喺鏡前面嘅配搭，其實係你為自己訂立當日嘅氣場同埋格局。你選擇嘅唔單止係衫，更係一重能量嘅牽引。各位朋友，人生過半，我哋經歷咗幾多風風雨雨呢？我哋喺職場上拼搏過，為咗家庭妥協過，食過苦亦都享過福。到咗40、50歲，甚至60、70歲呢個年紀，我哋嘅衣櫃其實就係我哋內心嘅折射。有啲人衣櫃入面塞到滿一滿，連門都閂唔到，咩風格都有，但係每次出門口依然抱怨揾唔到合括嘅衫。呢個說明啲咩呢？說明佢心入面亂，拎唔起亦都放唔低，對過去嘅輝煌仲有貪戀，對未來嘅衰老又充滿恐懼。物質嘅堆砌掩蓋唔到內心嘅無罪居。有啲人中意着得極其花巧咁美，每日將自己打扮到好似個吊飾板咁，恨不得將所有嘅金銀首飾都掛喺身上面。
呢個有時候恰恰暴露咗內心嘅空虛同埋缺乏安全感，急於用外在嘅物質去捉住青春嘅尾巴，或者向其他人證明自己嘅價值。而真正通透嘅人，真正識得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嘅老友記，佢哋每日朝早企喺鏡前面，唔係求其着上一件衫，而係為自己進行一場小小嘅儀式。你換上一件質感舒闊、剪裁合體、乾乾淨淨嘅衫，哪怕你今日只係去樓下個公園散下步，去茶樓飲個早茶，你曬破人嘅精氣神係往上拔嘅。你挺直條腰，呢個就係易經入面乾卦所講嘅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呢份唔隨歲月而衰敗嘅精氣神，就係你最好嘅風水磁場。你尊重自己當下嘅生命狀態，宇宙嘅吉氣自然就會向你聚攏。你會發現，當你着得清神咗，你同老伴講嘢嘅語氣都柔和咗。你去街市買餸，賣菜嘅老闆都願意對你笑多兩下。點解呢？因為冇人會拒絕一個渾身散發住清爽、從容能量嘅人。你哋人類返嚟見到你乾練整潔，佢哋心入面都會覺得安定。知道長輩將自己照顧得好好，呢個就係潤物細無聲嘅家庭風水。所以各位老友記，千萬唔好少睇你身上呢件衫，佢係你大半生閱歷嘅外顯，亦都係你下半生福報嘅載體。你而家嘅每一日都係為你嘅未來種下因果。一件衫就係一個人嘅心境，亦都係一個人命運嘅微觀縮影。咁樣唔同嘅衣着風格，到底對應住易經入面嘅邊啲人生智慧呢？我哋常說嗰啲中意着極間黑白灰嘅人，到底係保守定係高深呢？呢啲內在嘅定力，又將會點樣影響我哋嘅晚年生活呢？各位，頭先我哋講到呢個入面藏住一個人下半生嘅精氣神。咁今日我哋再往深處行一步，你睇日常生活入面最常見嘅一重衣着風格，睇下佢背後究竟藏住點樣嘅人生大智慧。我想問下各位，你哋打開自己嘅衣櫃，或者睇下身邊嗰啲年紀相若嘅老朋友，係咪有好多人而家啲衫嘅顏色越來越素淨啦？放眼望去，清一色嘅黑白灰，或者係嗰啲好低調嘅藏青色、大地色，衫上面亦都冇咩花巧嘅圖案，剪裁就係簡簡單單、舒舒服服嘅。我聽過有啲後生仔喺背後議論話：哎呀，老人家就係保守，着得咁沉悶，一點情趣都冇，望落都覺得無聊。如果大家身邊都有人咁樣評價你，你大可不必擺喺心上，只需要微微一笑就可以啦。因為佢哋仲後生，冇經歷過歲月嘅歷練，自然睇唔明呢種素淨背後嘅力量。從我哋易經同埋國學嘅角度嚟睇，呢種仲意將黑白灰、追求極簡本色嘅老友記，往往係活得最通透、最定力嘅一群人。呢個說明咗啲咩呢？說明佢哋明咗一個極其深刻嘅道理，4個字：大道至簡。喺我哋易經64卦入面，有一卦叫做備卦比，係咩意思呢？就係裝飾打扮紋飾嘅呢一卦，專門講人類應該點樣修飾自己。備卦嘅下卦係賍代表火，上卦係艮代表山，山係有火，火光照耀住山林，五彩斑斕，非常美麗。呢個就係年輕嗰陣，我哋中意用名牌，用鮮豔嘅色彩，用各種外在嘅光環嚟裝飾自己。但係大家要注意啦，備卦發展到最上面嘅一謀，佢嘅爻辭係點樣講嘅呢？叫做百備無咎嘅。咩叫做百備呢？就係退去所有嘅五顏六色，回歸到最純粹嘅白色，用最本真嘅面貌去面對世界。孔子喺解釋呢一謀嘅時候，亦都係讚嘆不已。當你嘅人生閱歷遞到咗頂點，絢爛之極終將歸於平淡，呢個唔單止無過錯，反而係人生嘅最高境界。我同大家講我身邊嘅真實案例，我有一位舊相識，大家都叫佢陳伯，早年帶住老婆仔女喺澳洲悉尼打拼，嗰個時候嘅海外華人要喺洋人嘅地盤上立足，食過嘅苦頭，有幾個人會明呢？陳伯憑住一股狠勁，開餐館做貿易，
後來生意做得好成功。陳伯50幾歲嗰陣，特別鍾意講排場，身上着嘅必須係歐洲大牌，手上戴住明晃晃嘅金錶，哪怕係同鄉里聚會飲個茶，亦都必定係西裝革履，頭髮梳到一絲不苟。點解呢？因為佢潛意識入面有一重補償心理，佢要向所有人證明我陳某人當年係帶住幾十蚊美金出嚟嘅，而家我出人頭地啦，我唔再係嗰個俾人睇唔起嘅窮小子啦。不過到咗陳伯65歲嗰年，佢突發咗一次心臟病，入咗深切治療部搶救咗3日3夜，先至執返條命。佢將生意全權交俾仔女，自己買咗間大小園嘅屋，種花養草。再去拜訪佢嘅時候，我簡直唔敢認。金錶唔見咗，大名牌都唔着啦。陳伯着住一身非常普通嘅灰色棉麻衫，一條寬鬆嘅黑褲，腳下踩住一對布鞋，喺園入面幫啲蘭花淋水，整個人望落去不顯山不露水，但係面上就比以前柔和咗唔知幾多倍。陳伯斟茶俾我，笑住話：老師啊，係鬼門關走咗一轉，突然就活明白啦。以前着嗰啲名牌大金錶，看似風光，其實係被嗰啲嘢綁架緊。我要端住個大老闆嘅架子，天天活喺人哋嘅眼光入面，活得太攰啦。而家着呢身面貌唔落身子，亦都唔落心，呢啲先叫做真舒服。我唔需要再用衫去話俾人知我有幾多錢啦，我知道自己係邊個，咁就足夠啦。各位朋友，陳伯嘅轉變就係典型嘅百倍，冇救到一個人歷經滄桑，睇透咗世間嘅起起落落，佢就唔再需要靠外在嘅物質、名貴嘅衫嚟證明自己啦。佢嘅力量已經由向外索求變成咗向內扎根。呢種中意極簡風格嘅老友記，內心都有一重極其強大嘅定力。外面嘅潮流點樣變，聽日流行嗰個佢哋根本唔動心，其他人點樣評價佢哋亦都唔在乎。呢種定力來自於對自己深刻嘅了解，佢人生本質嘅沉澱，用喺最重要嘅事情上面。大家再去觀察一下呢類極簡本色嘅老友記，唔單止係衫着得簡單，佢哋嘅屋企往往亦都係乾乾淨淨、清清爽爽。家私可能唔多，但每一樣都好實用，唔用嘅雜物絕對唔會對門目。呢個就牽涉到我哋中國人嘅另一項大智慧，物有所歸雞，能夠將衫同埋屋企打理得清爽簡約嘅人，去處理事情、管理自己人生嘅條理性，亦都係極強嘅。喺家庭入面遇到仔女有矛盾或者孫輩有麻煩，佢絕對唔會慌亂，亦都唔會跟住嚇着急，佢仲係可以冷靜咁睇出問題嘅核心，三言兩語就可以將事情理順。點解呢？因為佢唔搞嗰啲虛無縹緲嘅嘢，佢深諳取捨知道，人生到咗下半場，遠比做家忽更重要。減去不必要嘅社交，減去冇意義嘅面子，減去衣櫃入面嗰啲紀念都着唔到一次嘅女嘴。當你將呢啲外在嘅包袱都迎走，你個心就空咗出嚟，福氣自然就會流翻入去。所以老友記們，如果你偏愛黑白灰，偏愛簡單舒闊，請為你自己感到驕傲。你用一重極其克制嘅外表，展現住極其豐盈嘅內在。但係樹根就扎得極深極穩，俾成個家庭提供住最強大嘅安全感。不過人嘅性格係多樣嘅，有啲老友記經歷咗歲月，選擇咗百比嘅平淡，但係亦有一部分老友記偏偏到咗晚年，依然熱愛大紅大紫，甚至中意着溫柔嘅碎花同埋絲綢。呢個又代表住點樣嘅家庭風水同埋持家之道呢？人嘅性情係千姿百態嘅。我相信大家身邊一定仲有另外一重朋友，佢哋哪怕到咗60歲、70歲，依然中意着得大紅大紫，或者偏愛嗰啲質地柔軟嘅真絲碎花。好多人一見到年紀大嘅朋友着得鮮豔，就喺背後指指點點，話呢啲係老來嬌，扮後生甚至覺得唔夠端莊。呢種睇法係非常膚淺嘅。從我哋國學同埋易經嘅角度嚟睇，呢兩重衣着風格恰恰代表咗兩重截然不同。
但係又同樣極具智慧嘅持家風水。我哋先嚟講講第一槽，明艷張揚生命能量嘅綻放。大家合埋眼諗，你身邊係咪有咁樣嘅老姊妹呢？佢總係人群中最亮眼嗰一個，佢可能會圍住一條正紅色嘅絲巾，着住明黃色嘅外套，甚至係紫紅色嘅冷衫，整個人望落去喜氣洋洋嘅。喺我哋易經入面，紅色、黃色呢啲都屬於賍卦嘅顏色，賍為火，代表住光明、熱情、向上同埋能量。大家到咗40-50歲之後，身體嘅陽氣係逐漸喺度收斂嘅，喺呢個時候依然能夠駕馭，並且發自內心喜愛呢啲鮮豔色彩嘅老友記。佢哋嘅生命底色就係一團燃燒緊嘅火，佢哋冇因為歲月嘅流逝而對生活失去熱情，佢哋對呢個世界依然充滿好奇，對日子依然充滿期盼。我同大家講下我喺三藩市認識嘅一位華僑，大家都佢梅姐今年快70啦。早年同丈夫喺唐人街開小食鋪，起早摸黑，將3個仔女供到去常春藤大學畢業。而家啲仔女都喺大公司返工，梅姐亦都退休啦。按理說享清福就得啦，但係梅姐限唔住，佢每日將自己打扮得靚一靚。特別中意着紅色嘅唐裝外套，或者色彩明豔嘅連身裙。佢去社區教其他老人家打太極，去教會幫手做義工。屋企每逢過年過節，必定係佢張羅住一大屋10幾口人食飯，熱熱鬧鬧。梅姐啲仔女曾經都勸過佢媽咪：你年紀大啦，着啲素淨啲顏色，望落穩重啲。梅姐當時哈哈大笑，話我仲未老都要着灰蒙蒙嘅顏色喎，覺得呢啲日子又盼頭。各位朋友，你睇呢個就係黐火嘅能量。一個家庭入面，如果有一位好似梅姐咁樣熱愛明豔色彩嘅女性長輩，嗰個就係呢個家嘅小太陽。佢可能聲線有啲大，可能心入面藏唔住事，有咩講咩，但係佢冇配心眼。佢用自己身上嗰股熱烈樂觀嘅氣場，喺無形之中化解緊家庭入面嘅沉悶。而家嘅後生仔喺外面打拼壓力好大，經常滿身疲憊咁返到屋企。如果一入門口見到嘅係一個死氣沉沉、着住暗淡衫嘅長輩喺度唉聲嘆氣，佢心入面嘅壓力會更加大。但係如果佢見到嘅係一個着得鮮豔、滿臉笑容喺廚房入面熱火朝天煲緊湯嘅阿嫲，佢個心瞬間就被呢團火溫暖咗啦。當然，黐火雖然溫暖，但係火性亦都代表住情緒嘅起伏。呢類老友記有時脾氣嚟得快，見到仔女做得唔啱，可能火氣一下就上嚟，容易心急。呢個就需要我哋喺明理之後識得去平衡。火太大容易傷人，但係只要將呢股熱情控制喺合理嘅範圍之內，你就可以成為維繫3個家族生命力嘅核心源泉。講完明豔嘅火，我哋再嚟睇下另外一重截然不同嘅風格，柔美細膩、上乘若水嘅智慧。有一類老友記，佢哋從來唔着大紅大紫，亦都唔中意黑白灰嘅硬朗。佢哋偏愛啲咩呢？偏愛真絲嘅布料，偏愛柔軟嘅棉麻，偏愛嗰啲帶住小碎花、碎波紋或者顏色淡淡地嘅淺紫色。你望住佢行過嚟啦，身上冇一點稜角，就好似一陣春風吹過咁樣，令人覺得極其舒服。呢種衣着風格嘅背後，藏住我哋中國哲學入面最高級嘅一重智慧。老子《道德經》入面講嘅上善若水，係呢個世界上最柔軟嘅事物，但係佢又能夠攻堅強而莫能生。喺家庭倫理當中，特別係處理複雜嘅婆媳關係、3代同堂嘅矛盾嗰陣，呢種柔美細膩嘅性格往往比硬碰硬要有效得多。我再同大家舉個例子，我有一位老聽眾林太，早年跟住個仔移民去倫敦，新抱係受西方教育長大嘅華裔，性格好獨立，亦都好強勢。林太啱啱搬過去一齊住嘅時候，中西方嘅生活習慣碰撞，屋企簡直係雞飛狗走。例如幫個孫着衫，林太經過孫凍親，
總係想着多2件，新抱就覺得要3分飢與寒，唔俾着太多。換作脾氣火爆嘅奶奶，可能一早就意大交啦，甚至鬧到要個仔喺中間難做人。但係林太冇，林太係個典型嘅水系長輩，平時就中意着柔軟嘅真絲襪衫，講嘢亦都輕聲細語。遇到衝突嘅時候，林太從來唔喺火頭上同新抱爭辯，佢識得避其鋒芒，新抱唔俾着，佢就默默將啲衫收埋。但係到咗半夜，佢會靜靜雞起身，去摸下個孫嘅手腳。如果真係涼咗，佢再輕輕冚上一層薄毛毯平時，佢會煲好新抱最中意飲嘅狂色靚湯，保溫放喺灶台上面，留低一張字條。久日久而久之，新抱個火強硬嘅心就被林太呢種好似水一樣嘅溫柔融化咗啦。新抱發現奶奶雖然唔爭唔吵，但係佢對呢個家嘅關愛係無處不在嘅，係深厚而且持久嘅。後來新抱遇到工作上嘅煩心事，甚至願意主動同林太傾訴，呢個就係柔美嘅力量。好多人誤以為年紀大啦，講嘢要大聲，態度要強硬，先至有長輩嘅威嚴，先至可以令子孫聽話。大錯特錯啦！真正嘅威嚴唔係你嗌得幾大聲，而係你可唔可以好似水一樣，喺最複雜、最棘手嘅環境入面，依然保持內心嘅平靜同埋寬容，去包容屋企人嘅缺點，去化解彼此嘅隔膜。你中意着柔軟嘅衫，說明你潛意識入面追求嘅係和諧，係包容噶。你識得不爭之爭，識得用一碗熱湯、一句輕聲嘅問候去消解年輕人喺外面受嘅委屈，你就係呢個家庭入面最穩固嘅避風港。各位朋友，不管你係好似火一樣明豔張揚，定係好似水一樣優美細膩，呢啲都係你大半生修煉出嚟嘅特質。火有火嘅溫暖，水有水嘅包容，冇絕對嘅好與配。但問題在於，無論係火定係水，無論係極簡定係繁複，我哋每個人喺生活入面總會遇到嗰啲令我哋心氣唔順，令我哋覺得委屈同埋憤怒嘅人同事。特別係到咗晚年，好多時候我哋睇唔慣後生仔嘅作風，睇唔慣社會嘅風氣，心入面嗰股火氣啊，不知不覺就上嚟啦。咁樣，當我哋遇到呢啲情緒波動嘅時候，究竟應該點樣運用國學嘅智慧去化解呢？點解有啲老人家日日勞氣，而有啲老人家卻可以卓之泰然呢？許多人啊，到咗呢個年紀，按理說應該係60而耳順，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但現實往往相反。大家有冇發現，有啲人年紀越大，脾氣反，而越係唔好，遇到少少事就容易動氣，特別係睇唔順眼而家後生仔嘅做事方式，或者遇到啲唔順心嘅人際關係，心入面嘅火氣一下就上嚟啦。嚴重嘅時候，夜晚連覺都瞓唔好，甚至激出一身嘅高血壓。點解會咁樣呢？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2000幾年前嘅故事，只要你將呢個故事聽得明，你下半生嘅煩惱至少可以減少一半。呢個就係莊子空船理論啦。莊子係三木篇，入面講咗咁樣一個故事，話有一個人坐住紙船過河，遠遠見到有一隻船順流而下，眼見就要撞落自己紙船度啦。呢個人非常緊張，就喺船上面拼命大嗌：雞雞更面，喂，行開行開，快啲撞埋嚟啦！但係嗰隻船根本冇避讓嘅意思，一直咁撞過嚟啊！砰一聲，兩船相撞。呢個人頓時火冒三丈，破口大罵，準備將對面船上面個人祖宗18代都問候一次，責怪對方係咪盲咗眼到底識五色藏船。但係當佢定神一睇，發現撞過嚟竟然係一隻無人嘅空船，嗰隻只係一隻冇綁好、順水漂流落嚟嘅破木船。大家估下呢個時候佢嘅火氣去咗邊度呢？一下子就煙消雲散啦。面對一隻空船，佢就算大嘅火氣都發唔出嚟，最後只能夠無奈咁搖搖頭，自認到尾，重新攢起自己隻船，繼續趕路。各位老友記，大家有冇覺得呢個故事好奇妙？
亦都好發人心醒呢。呢個人之所以勞氣，根本唔係因為紙船被撞呢件事本身，而係因為佢以為作為嗰隻船上面有人，佢覺得嗰個人係故意同佢過唔去，係嗰個人對佢唔尊重。一旦佢發現嗰隻只係一隻空船，冇任何主觀目意嘅時候，佢嘅煩惱就失去咗目標。呢個就叫做空船理論。喺我哋大半生嘅人生閱歷當中，令你勞氣嘅真係嗰啲事情本身咩？其實唔係，係又唔係。令你勞氣嘅係你對呢啲事情嘅睇法，係你心入面嗰種執念同埋偏見。我哋明代嘅大禹王陽明先生講過一句說話，叫做天下無心外之物，意思就係你心入面點樣諗，你見到嘅世界就係咩樣。同樣一件事喺兩個人嘅眼入面，可能係完全唔同嘅兩種情況。你之所以動氣，往往係因為你用自己幾十年嘅老經驗畫咗一個固定嘅框框，試圖去將所有人都框入去。一旦其他人，例如你嘅仔女，冇按照你嘅意思去教育孫輩，例如喺外面排隊遇到個打尖嘅陌生人，一旦佢哋冇按照你嘅框框行事，你就覺得佢哋係撞緊你紙船，你覺得佢哋係挑戰緊你嘅權威。點樣先可以唔勞氣呢？我再同大家講個老和尚同小徒弟嘅故事。有個小徒弟日日抱怨生活唔順心，覺得周圍嘅人都針對佢。老和尚知道咗，就叫佢過嚟拿咗一大把鹽，放我一杯水入面，叫小徒弟飲。小徒弟飲咗一啖屁就吐咗出嚟計，苦口苦面咁話：苦死啦，喊死啦！老和尚冇出聲㗎，帶住小徒弟行到寺廟後面嘅大湖邊，又將同樣一把鹽撒落去寬廣嘅湖水入面，然後叫小徒弟去捧一啖湖水試下。小徒弟試完之後話：好清涼，一點都唔鹹。各位朋友，問你朋友，生活入面嗰啲令我哋唔信心嘅事情，嗰啲我哋睇唔慣嘅現象，就係呢把鹽佢客觀存在，唔多亦都唔少，但關鍵在於你內心嘅容器係一個窄小嘅杯，定係一片寬廣嘅湖泊呢？當你將自己嘅心胸變得好似嗰個杯咁狹隘嘅時候，少少苦你都受唔住，你會放大其他人嘅缺點，用其他人嘅錯誤嚟懲罰自己。但係當你嘅心胸好似嗰片湖泊咁寬廣嘅時候，嗰少少委屈，嗰少少不如意跌落去，連個水花都翻唔起。到咗我哋呢個年紀，半世人都過咗去啦，咩風浪未見過呢？我哋要學識將遇到嘅人同事都當成空船。仔女工作冇，唔記得過節打電話俾你，呢個係一隻空船。佢哋唔係故意嘅，只係喺外面打拼壓力太大啦。去茶樓遇到個服務態度唔好嘅伙計，呢個亦都係一隻空船。或者屋企有急事，你唔好將其他人嘅行為立刻同佢唔尊重我，佢針對我，聯繫埋一齊，將心放寬。你放過別人，其實就係放過你自己。一個越有修養嘅人，佢嘅胸懷就越大，佢嘅晚年生活就越通達。你嘅磁場運啊，心入面冇咁多怨氣，身體自然就健康。呢個就係最好嘅情緒風水。但係喺呢個瞬息萬變嘅時代，有啲老友記可能會同我大吐苦水。老師啊，唔係我唔想靜落嚟，喺呢個社會變化太快，而家嘅後生仔學嘅都係西方嗰套自我同埋獨立，人情越來越冷漠，我心入面冇底，好心慌啊！確實西方嘅疏離感正在衝擊住我哋嘅傳統家庭，咁樣我哋老一輩可以雞歸金啦。到底應該點樣喺呢個喧囂浮躁嘅時代入面，俾子孫後代留低一條定海神針呢？我經常聽到好多移居海外嘅老友同我講：老師啊，唔係我唔想將心放寬，係而家呢個社會變得太快啦，日日都喺度講求新求變，連後生仔嘅諗法我哋都聽唔明。喺外國講究咩個人主義、獨立空間，仔女結咗婚就唔掂你父母啦。我哋做長輩嘅覺得好孤獨，好冇安全感，就好似俾呢個時代淘汰咗咁樣。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呢？其實唔單止係海外嘅華人，而家香港、內地嘅好多家庭都面臨住呢種西方疏黐感嘅衝擊。大家都在追自我嘅獨立，
結果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變得越來越冷漠。我聽講喺紐約嘅一啲公園入面，好多老人家坐喺嗰度一曬日，就盼望住可以有個人嚟同佢哋傾兩句。仔女都喺度忙住返工，鄰居亦都互不往來。老人家喺屋企跌倒啦，都冇人知道。呢種晚年係我哋想要嘅咩？絕對唔係，絕對唔係㗎。咁樣面對呢種信息萬變，甚至有啲冷漠嘅現代社會，我哋老一輩中國人到底應該靠啲咩立足呢？我哋又可以俾子孫留低一條點樣嘅定海神針呢？呢個就係我哋中華文化美業5000年不斷嘅終極智慧，4個字：持經帝變。咩叫做持經帝變呢？經就係根本，係常理，係不變嘅原則變，就係應對環境變化嘅方法，亦即係我哋常講嘅以不變應萬變。西方人搞管理，後來都係從易經入面學到呢一套。現象點樣變，科技點樣發展，但係做人嘅本體係唔可以變嘅。呢個不變嘅經㗎係點樣呢？而家嘅後生仔腦入面裝滿咗西方嘅權利同埋義務。佢講唔講權利呢？小草講唔講義務呢？佢哋只講責任。大自然賦予咗你咩角色，你就盡咩本分。做父母嘅責任就係教導好仔女，做仔女嘅責任就係喺外面堂堂正正做人，唔丟父母嘅面。只要大家心入面都有呢個責任感，呢個家就唔會散。好多老友記急住去干涉仔女嘅生活，其實係將自己嘅責任搞錯咗。你以為日日望實佢哋，替佢哋湊孫就係盡責咩？唔係。人生到咗下半場，你最大嘅責任係將自己活好，俾子孫樹立一個定力嘅榜樣。我同大家講一個莊子第3篇入面老人癡禪嘅故事。孔子周遊列國，喺樹林入面見到一個駝背嘅老人家喺度黐資料，佢攞住竹竿黐資料，一黐一個盡，就好似用手去執一樣咁輕鬆。孔子好佩服，問佢有咩秘訣。老人家笑住話：我練咗好耐，剛開始放兩粒泥丸喺竿頭上面唔跌落嚟，後來增加到5粒。而家我舉起竹竿嘅時候，天地雖然大，萬物雖然多，但係我眼入面只有資料嘅翼。我用全副精神專着喺呢一件事上面，絕不分心，點會黐唔到呢？孔子聽完對弟子們感嘆：賴人於神。各位朋友，被物質、被手機、被工作壓力搞到心浮氣躁。如果我哋做長輩嘅都跟住佢哋一齊焦慮，日日抱怨社會風氣唔好，抱怨仔女唔上嚟探望，咁你就係同佢哋一齊喺風浪入面顛簸。我哋要學嘅係嗰個黐資料嘅老人㗎。外面嘅世界在喧囂，你個心要靜，你可以專心去養基盤好蘭花，專心去打一套太極拳，專心去研究幾道養生靈湯。你將自己嘅精氣神凝聚起嚟，活出一重水正有名嘅松茸。當你自己嘅磁場穩如泰山嘅時候，你嘅仔女返到屋企，見到你咁安全，咁有定力，佢哋喺外面嗰啲焦慮同埋浮躁，自然而然就俾你化解咗啦。你唔需要對佢哋說教，你坐喺嗰度就係呢個家族最大嘅底氣。各位老友友，接下來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可能喺大家心入面盤旋咗大半世，甚至有時候諗起你會覺得有啲意難平嘅問題。呢個問題就係人活一世，到底係靠自己拼命努力，定係要聽天由命呢？大家回想一下我哋呢大半生，不管係喺香港獅子山下打拼，定係拎住2個紅白藍膠袋就漂洋過海去到異國他鄉，我哋從小接受嘅教育、長輩嘅叮囑，都喺度話俾我哋治死個字，天道酬勤。只要你肯捱苦，只要你夠努力，就一定可以出人頭地。我哋亦都係咁樣去做嘅。基多路華僑，當你係餐館廚房洗碗，一日企10幾個鐘，條腰都直唔起。幾多人為咗供仔女讀書，打2份工慳食慳用，連件似樣啲嘅新衫都唔捨得買，非常拼命。不過當而家我哋白髮蒼蒼，回過頭你睇下身邊嘅朋友，再睇下自己，大家心入面
佢唔會有時候犯嘀咕呢？點解有啲人明明你睇佢都係起早摸黑，廢寢忘餐，甚至比其他人食更多嘅苦，但係到老啦都係手頭拮據，甚至一場大病或者一次生意失敗，就將家底掏空咗，日子過得好不如意。反過嚟你又見到另外一撮人，佢年輕嗰陣好似又冇過從懸梁刺股嘅拼勁，日子過得悠哉悠哉，待人接物總係和和氣氣嘅，但係好奇怪，好機會總係追住佢跑，遇到難關總有貴人相助，不知不覺人哋就事業有成，萬年人孫滿堂，過上咗大家最羨慕嘅福壽雙全嘅日子。見到呢啲，好多老友記心入面就唔平衡啦，覺得老天爺唔公平，甚至有啲人喺低谷嘅時候會產生一槽好消極嘅諗法，既然努力咗半日都冇用，呢啲都係命你有時仲需有，命你冇時莫強求，我仲折騰啲咩呢？不如直接躺平算啦。各位朋友，如果你都曾經有過咁樣嘅困惑，咁我今日就要用易經嘅底層邏輯幫你將你個心結徹底解開。首先我哋要承認運氣或者說機遇喺呢個世界上係絕對存在嘅。你買中六合彩或者係一個絕佳嘅年份買中咗一套樓，呢個係運氣，佢帶有好大嘅偶然性。但係如果你將人生嘅成敗完全歸結於呢種偶然嘅運氣，或者係消極嘅宿命論，咁就大錯特錯啦。我哋老祖宗講嘅命，從來唔係要你瞓喺嗰度咩都唔做，去等天上跌餡餅。從易經嘅角度嚟睇，咩係命？命係因果嘅顯化。易經坤卦係言文言傳入面有一句極其著名嘅說話，大家一定要記喺心入面：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幹我曰，呢句說話將人生嘅底層邏輯講得透透徹徹。你今日得到嘅一個好結果，一定有佢前面種莫嘅因同樣。你今日遇到嘅困局，亦都唔係老天爺故意捉弄你，而係前面某些行為嘅累積。我同大家講兩個早期喺海外做貿易嘅老鄉嘅故事。一個係老李做生意極其精明，亦都可以話極其拼命。佢每日工作17、8個鐘，對員工要求苛刻，對合作伙伴更加係錙銖必較，少少虧都唔肯食。佢喺商場上信奉嘅係狼性，只要可以賺錢，稍微踩啲灰色嘅邊界，佢都照做。前10年，老李確實發咗大財，買豪宅開靚車，但係遇到90年代金融風暴，佢嘅資金鏈斷咗。呢個時候，平時被佢算計過嘅合作伙伴，冇一個人願意借錢俾佢，甚至有人落井下石㗎。最後老李破產啦，晚年過得好凄涼。另一個係老張，佢做生意睇落去就佛系好多啦。老張都係起早摸黑，但係佢有個特點就係厚道。對待啱啱出國嘅同鄉，佢總係願意幫一把，有時候請食頓飯，有時候幫手介紹份工，同人做生意。佢堅持讓利，10成利潤佢只攞7成，剩低嘅留俾其他人賺。大家都覺得老張有啲傻，賺唔到大錢。不過同樣遇到咗金融風暴，老張嘅貨額喺貨倉入面賣唔出，難見都要破產啦。呢個時候，當年受過佢恩惠嘅嗰啲同鄉，有啲喺其他城市已經企穩咗陣腳，大家東拼西湊，甚至有人主動幫佢將啲貨銷咗出去，硬係將老張由遠嚟邊拉咗返嚟。後來老張嘅生意越做越穩，如今已經成為當地好有威望嘅老僑領，仔女亦都非常之有出息。大家嚟評下你老張渡過難關，靠嘅係純粹嘅運氣咩？絕對唔係佢係因為佢前半生種下咗無數嘅善因，佢見下咗嗰啲善緣喺佢最需要嘅時候轉化成咗佢嘅貴人運氣，結出咗善果。而老李嘅破產看似係金融風暴嘅偶然，實質上係佢前半生過度透支人情，刻薄過因種下嘅惡因爆發咗啦。所以到底咩係天命呢？天命咪寫喺生死冊上面，不可更改嘅死局天命，就喺你嘅每一次起心動念面，喺你嘅每一句言語當中，
喺你做過嘅每一件小事上面。你年輕嘅時候拼搏，如果只知道為咗自己嘅私利去爭去搶，唔理其他人嘅死活，咁你越努力，可能製造嘅惡業就越多，晚年就越容易翻船。但係如果你喺努力拼搏嘅同時，心入面始終存住一份良知，識得與人方便，識得厚德載物，咁樣你留下嘅每一滴汗水都會成為你下半生福報嘅存款。人生過半，我哋拼搏咗大半生，而家應該睇透啦，唔好再去同其他人攀比邊個屋企啲錢多，邊個屋企間屋大。真正嘅福報唔係睇你銀行戶口入面有幾個嚟，而係睇你呢大半世人慳過你，心入面踏唔踏實，係睇你遇到難處嘅時候，身邊有冇真心願意幫你嘅人，係睇你嘅子孫後代有冇繼承你為人處世嗰份厚道同埋良善。有啲老友記而家仲喺度拼命儲錢，唔捨得食唔捨得着，諗住留多啲家底俾個孫。我同大家講句圖心窩嘅說話，留財不如留德。你留俾子孫萬貫家財，佢如果唔學好，染上賭博或者揮霍無度，幾年就同你敗光啦。但係如果你留俾佢哋嘅係深厚嘅陰德，係你一世人積存落嚟嘅好人緣同埋好名聲，呢個先至係保護佢哋一生一世嘅無形風水。當我哋將因果睇透咗，將德行睇重咗，你亦都真正參透咗天命，你會變得非常通透，非常從容。因為你知道，只要我今日仲喺度做善事，仲喺度存好心，我嘅聽日就絕對唔會差。今日我同大家傾咗好多，我哋由每日朝早必睇嘅嗰塊鏡，必打開嘅嗰個依據開始，講到咗着心打扮背後隱藏嘅無影風水。大家而家應該明白啦。中意着黑白灰嘅簡風嘅老友記，嗰份係歷經滄桑之後嘅大道至簡同埋持家定力；而嗰啲依然熱愛大紅大紫或者偏愛柔美真實嘅老姊妹，就係用明兒之火嘅溫暖同埋上善若水嘅包容，默默滋養住三個家族嘅生機。衫絕對唔單止係着俾人睇嘅，佢更係我哋自己精氣神嘅鎧甲。隨後我哋又借住莊子嘅空船理論，解開咗大家萬年生活入面最容易遇到嘅情緒死結。被人撞咗我哋之船，只要我哋心胸好似湖泊咁寬廣，將對方睇作係一隻無惡意嘅空船，嗰份怨氣自然就會消散。喺呢個瞬息萬變嘅現代社會，哪怕西方嗰種疏黐感同埋自我中心嘅思潮不斷衝擊住我哋嘅傳統家庭，我哋老一輩都要穩住陣腳，用之不奮，乃人於神嘅定力去前行持經帝變嘅智慧。只要我哋心入面嗰份良心同埋責任不變，我哋就係子孫後代永遠嘅定海神針。最後我哋講透咗努力同埋天命嘅因果。人生過半，我哋唔再去怨天尤人，我哋要識得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你前半生種下嘅厚道同埋善意，終究會喺下半生化作庇佑你同埋屋企人嘅福報，留俾子孫萬貫家財，真係不如留俾佢哋深厚嘅陰德同埋為人處世嘅通透智慧。好多人老咗之後中意去算命，中意去請風水先生睇下屋企嘅擺設，覺得大門朝向唔啱，或者客廳少咗個招財嘅擺設。其實呢啲都係外物，真正嘅風水寶地唔係用樓盤測出嚟嘅，而係用你嘅心性養出嚟嘅。一個天天抱怨滿腹老壽嘅人，就算將佢放喺皇宮入面，佢都過得好似喺苦海咁。而一個心存善念、包容闊弟嘅長者，哪怕住喺簡陋嘅小屋，嗰間屋入面亦必定係滿堂和氣、吉星高照。你自己就係呢個家最大嘅風水。我喺呢度講易經，從來唔係教大家去迷信，而係希望大家可以明理、明白宇宙嘅規律，明白人生嘅因果，從而將餘生過得更加舒展、更加自在。喺我哋國學入面，有一重說法叫做布施。布施唔單止係捐錢、分享智慧，同樣係一重極其高級嘅法布施。如果你覺得今日我講嘅呢啲道理，令你心入面某個結界開咗，或者令你看事情嘅眼光變得更闊大啦，我非常鼓勵你
將呢篇內容轉發分享俾你身邊嘅老朋友，或者係你嘅親人子孫，或者你嘅一件轉發，正好能夠令一位心咸婆媳矛盾嘅老姊妹豁然開朗，或者能夠令一個正在生意低谷期拼搏嘅後生仔明白咗厚德載物嘅道理價理，幫助其他人避開一個人生嘅雷區，喺其他人低谷時給予一絲精神嘅啟發。呢個就係實實在在咁積存緊福報。你嘅每一次善意分享，都係為你自己、為你嘅家族累積緊無形嘅陰德。如果今日我嘅分享能夠為你帶嚟哪怕少少嘅啟發同埋處境，希望大家可以俾何師講已經點個讚，並訂閱關注我哋嘅頻道。亦都歡迎各位老友記、各位朋友喺下方嘅留言區入面留低你哋大半生嘅人生感悟，或者簡簡單單打上順應天時吹緊鼻孔呢8個字，等我哋一齊喺呢個頻道入面凝聚起一股最溫暖、最正向嘅磁場，彼此祝福，彼此陪伴。